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5分钟儿童台语，5分钟学台语呀。江老师您好，大家好。药会苦苦的，良药苦口啦，良药苦口。你讲这好药啊吼，拢会较苦啦。你讲迄药啊好吼，拢会较苦。所以有人会咧迄个甲这会淋一寡啥物吼，迄味较无。所以你看迄个话药啊，都有爱互伊食起甜甜。是药一定会是一种苦苦的嘛，苦的这个的滋味叫什么？老师，药啊苦口啦，嘿，咱讲药啊苦口。苦药叫做苦药啊，苦药啊，苦药啊。那苦药就是良药嘛，良药怎么说？良药有人讲好药啊啦，因为咱袂讲药啦，咱的药加一个药啊，食药，袂讲食药，听无，食药啊，就知道你在吃药的食这好药啊，这药啊真好那这药啊真苦，咱会安尼甲伊台湾话安讲较清楚。你食好药那食好药可能要较好的迄个药啊来食，迄个较贵的啦。迄个药材吼，有较贵的啦。所以台湾人有讲过一句话食着药迄个青草一叶，吃对药对症下药就对。食着药，青草一叶。那食唔着药咧，你就人参一节。人参啊，高丽人参很贵哦，你要食几节你嘛无效啦。吃药的时候啊，就是其实还是要选择，要看医生就不能就随便吃药啦。所以即摆当然较无咧食成药，因为大家看医生真方便，伊都有健保嘛，去看有哪100、150，哪老人会减价。吃药，刚刚老师讲是吃药，台语怎么说呢？食吼，就食药啊。食药要加个眼药水嘛，对不？眼药水就是要滴眼睛的，滴的点的，我们怎么说呢？点目药水，点目药水，点目药水。老师，按过还有一种比如说药膏嘛，前面我们讲药膏，药膏的话要用抹的，抹一点药膏的。叫抹，咱用抹药膏。抹药膏，抹药膏，抹药膏怎么说？老师，抹药膏，抹药膏，因为膏啊，你迄个话，较拢用手啊，你甲乌一丸来抹，即摆拢用迄棉花棒安尼乌一个。对呀，就是抹一下，就涂药啦，涂药膏对，抹药膏。因为咱讲药膏，但是都药膏甲2字倒变过叫膏药呢，大膏药。对，老师我有听过有讲就是膏药啊。一个乌的啦，那打落吼。老师讲的是大药膏的，就是要贴一片的吗？有迄大药膏，就是讲有膏一寡迄个药在里面。对呀，就是药布上面嘛，一块布上面嘛，然后你上面就会有药膏然后就把这一块布嘛就贴上去你，比如说可能有受酸痛就贴药膏嘛，对不对？大药膏，那这大膏药吼，就是讲你家想用一块布内底，一个内底乌的边边的，那家行好小搭落叫大膏药。古早人个草头时，那搭一个膏药伫头壳底。唔知你敢捌看过？搭膏药，我有看到有人搭那个一片一片的，那个就是搭药布老师。对，搭药布啦，搭药布。人讲吼，搭落较袂酸，较袂痛。袂酸痛嘛，酸痛就是酸痛嘛，对吧？酸痛就是要搭药布嘛，贴药布叫做搭药布。是不是涂药的时候嘛，叫膏药啊？膏药啊，用膏的啦。膏药啊，你头拄迄个膏的，就是一直甲伊涂抹就对啦。涂抹嘛，对不？就是涂抹。可能伊迄个时间较久，咱伊面积较大，看甲伊膏。譬如讲，有人会烫着啦，伊也讲烫伫倒位，迄大面积一直在膏，一直在膏。我知好，所以老师讲是，如果是比较小的面积，伤口比较小，我们叫做抹药膏。但是如果面积的伤口的面积大就是膏药膏，对不？膏药膏应该让人讲你知你有迄个无共款的程度啦。所以就是有小有大的。老师，这我们讲是
加油啊嘛哈，加油的是苦哎，对不？就是苦苦的，是药苦苦的。过后也会有药是甜甜的，比如说比如小朋友啊感冒的时候，医生在里面会加糖粉啊，或是说那个药水嘛，里面会有甜甜，那个小孩比较容易吞得下去嘛。那老师那个甜那个滋味甜甜的，那我们台语怎么说？咱台语讲迄个这药价个低，那个低就是比低再减少1分。如果低是5分的话，低大概3分，那低比例大概8、9分。低的是有一个甜稍微甜而已，稍微甜。好，那低就是5分甜。假设低可能就7、8分甜了。对，大概安尼。所以你即摆甲伊讲，这药苦的大概5分，苦，一点点苦，苦就非常苦了好，苦就是很苦啦。非常苦，很像那个吃苦瓜的苦啊。苦袂了就对了。加油的是就苦啊。然后老师，我问一下那像我们吃嘛，还有药丸嘛，药丸它就会有大颗的，有小粒的。大怎么说呢？那就大，那也单位叫粒啊，叫大粒的，那小粒的大粒药啊，小粒药啊，安尼啊。大粒的就是大粒的、大颗的，小粒的就是小的。你大粒的，迄粒较大粒的，你爱食有人讲我大粒你甲伊掰平，那小粒的那规粒安尼做伙食。你话一寡食一寡慢性病迄药就足济啊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台语，这周我们台语到这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老师。大家再会。